感谢上帝，伫这日子内底，无定着你的心上，还佫有一寡重担。亲像我有一个对方的囡仔，伊伫这个所在，就是伊日时暗时颠倒头病，伊若是暗时要困的时阵，无看物件，无看手机伊就拢安尼无法度困去。所以呢，日时暗时颠倒头病。最近的时阵，身体出了状况，就是佫家族内底有即个心脏病的历史，所以呢，最近去看医生，医生讲伊一定爱甲即个日时暗时颠倒头病即款的生活模式改过来。总是讲伊真正足歹改，所以呢，请牧师替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正常生活是真好的代志，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感谢。亲像圣经内底信仰的前辈讲，咱今仔日无灾无病，活伫主的面前，就是一份极大的恩典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感谢，咱来仰望伫主的面前，咱识使咱的身体有啥物款的困难，识使咱的生活当中、家庭当中有啥物款的困难。将着这个来祈祷，牧师定定爱甲各位讲，用祈祷、用烦恼的时间来祈祷，唔好用祈祷的时间去烦恼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定定宣告，咱要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，宣告咱要对主得到帮助，安尼咱的活命就会当伫懊恼、喜乐、敬拜当中向前迈进。咱对安尼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的疼痛照顾，将咱的困难交托给上帝。也为今仔日，咱会通清心来到伫主的殿中，同齐敬拜，得主的欢喜，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荣耀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你的疼痛甲阮同在。主，你讲，阮的心来응你，你就要亲自享受活命的平安喜乐伫阮当中。主将你家己的疼痛放伫阮的内面，阮感谢主你过去的日子来保守看顾，带阮到伫如今，到今经过拢平安。你是以便以下的上帝，你看顾甲人同在，你的恩典悬到诸天，达到地的极处，上大的所在，上美丽的所在，拢充满上帝你的疼痛甲照顾。所以，阮伫主面前讲，你亲自来保守阮。耶和华，阮仰望你，仰望你的人，照你的应允所讲，你要带阮出黑暗，入到奇妙的光明的内面。主啊，阮所有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你的确要引带阮，加添阮的心神快乐，为阮伫主你的面前领受活命丰盛。主啊，将一切颂赞、懊恼归乎你。主，阮也为着家庭内底有遮个困难艰苦的，阮宣告主你的平安，主你的安息，主你的力量，要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活命。软弱的家庭快乐，野性的你，互阮会当搁再一届勇行起来。主啊，灰心失志的，伫主你的内面，搁再一届领受活命的能力甲祝福。主，你亲自伫阮的活命内底，成就一切关系你名的荣光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互你的教会充满来经历上帝的百姓，充满敬拜上帝的百姓，充满归伫上帝、委身伫上帝的百姓。主啊，是阮家己交托降服伫你的面前，军队顺探你的脚步来行。感谢主，赏赐阮一群遮尔济彼此相听兄弟姊妹。感谢主，赏赐一群疼惜教会兄弟姊妹。主啊，继续引带阮，互教会，互这群的百姓，大大显出上帝你同在能力甲权能，赐阮伫你的正义路，互阮倚靠主心有快乐，互阮对主行力上加力。感谢主，将颂赞而乐归乎你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请建基兄来报告。
喂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我来做消息报告。今仔日3月23下晡教会春季的半日游，1点下晡1点要伫教会集合来出发。请有要做伙去佚佗的兄弟，注意时间，伫教会集合。第二，3月30下礼拜日，儿童主日学举办亲子户外的礼拜，地点是伫农村镇生态教育农场。当日上午9点伫农场报道。请有报名的家庭注意时间，前往参加聚会。第三，4月14到17，就是礼拜一到拜四，每暗的8点到9点，伫教会1楼要举行基督受难周的特别的聚会，敬邀兄弟一同来参加。第四，4月20。年度过活节，主日将要举行洗礼式。若是有意愿要来受洗的兄弟，请向牧职同工来报名。第五，4月26礼拜六，南部教区要举办主日学教师家长成长课程，邀请强善协会讲师分享反毒教材的宣导，地点伫乌来圣教会，费用是一个人300块。儿童主日学要补助200块，家己爱付100块。欢迎对儿童少年事工有负担的兄弟来参加，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。第六，教会今年度暑期底选队开始要招募同工，拢总有2个梯次。7月28到8月初5，日本东京中华基督教会；8月13到16，屏东西雅乡和平顺利会。主要内容拢是为着举办儿童的营会，有意愿要来服侍的兄弟，请向少伟传道来报名。第七，有需要113年度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到这个公布栏登记来交选。以上有补充报告。若无，咱要请敬拜团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恩典，赐予咱有一个今仔日有一个真好的天气，予咱下晡会当做伙出门的时阵，嘛会当带着真好的心情来出门。咱真正感谢上帝，阿乐主。此时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要奉主的名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同心来敬拜。感谢上帝带领甲看顾，予咱伫每一天，因为上帝引带，咱每一天拢有平安。咱每一天经历上帝恩典，咱每一天拢会当数算上帝恩典，咱就会当知影，咱真正是受上帝所宝贝、受上帝所疼痛的囝儿。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特别伫礼拜日早起时，伫主日崇拜当中，这是一个咱会当向主来献上咱的乐乐，来献上咱的感恩的机会。咱就用诗歌要来乐乐上帝，要来敬拜上帝。上帝，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，
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永光，搁是予我行关头的主。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信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，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眼光，可是予我行关头的主。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就亲像伫诗歌当中咱所唱的，虽然对敌围垒来攻击咱，但是伫主的内面，咱就无惊灾害。伫主的内面，因为咱会当倚靠主，因为咱会当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，咱的心内面就得到平安，就得到看顾。咱就带着一个大有愿望的心，继续用这首诗歌来讹乐上帝。咱相信这位耶和华，伊是咱的上帝，伊引带咱，伊看顾咱，伊的同在，互咱得到完全的得胜。请兄弟姊妹同齐起立，咱继续用这首诗歌大愿望来仰望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搁是予我夜关头的主。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信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搁是予我夜关头的主。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哥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感谢上帝，你的听筒引带带领阮，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同在当中，阮无惊吓，因为阮知影，阮投靠
伫上帝你的十股下面，阮的心内面就无搁再有济济忧虑、济济烦恼，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恩典够也原用，因为阮知影，我靠你，阮就得到平安；我靠你，我就得到刚强的能力；我靠你，阮就会当伫主的你的应允当中刚强来得胜。阮上帝，你的恩典因带带领阮，互阮投靠你，阮的心就无惊吓，阮就要用阮的耳朵、阮的诗歌来颂赞你。亲像你，你的信息，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更小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有一位是阮亲像你，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。为你的欢喜敬拜，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最好，不管风影向我打来，受你的人拢无关爱，世上动乱。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断伫全地，属你的人念你是的。万军的耶和华，这一位君王亲像你，你的信息。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更小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有一位是阮亲像你，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。兄弟姊妹，这时咱就开嘴来祈祷，咱向上帝献上咱的感谢甲懊恼，因为上帝看顾咱，因带咱，咱踮伫上帝十股下面，咱就得到平安。咱开嘴来懊恼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疼痛永无止线。主啊，互阮投靠伫上帝你的下面，我的心内面就得到上帝你满满的看顾甲平安，因为阮知影是上帝你的恩典因带阮，主啊，伊恩典够也原用，主啊，阮就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，阮的心仰望你，阮的心倚靠你，阮的心知影，虽然伫阮的活命当中有济艰难困苦，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的平安，伊甲阮通同在，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恩典是够也原用，阮的心就伫主的你的内面，你着上帝你的祝福，你着上帝你的平安，你着上帝你的看顾，你着上帝你伫咱活内面，主啊，你着上帝你亲自的引带，你着上帝你亲自的带领，愿上帝你的荣光显明出来，愿上帝你的疼痛显明出来。各一摆，伫主你的面前讲万军的耶和华，愿上帝你的恩
耶和华，得智慧君王亲像你。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见效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得智慧是阮亲像你。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。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宝座顶坐哦，不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小你的人拢无关爱，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你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管你全地，小你的人念你心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宝座顶坐哦，不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小你的人拢无关爱，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你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管你全地，小你的人念你是你的正手，你的正手也管你全地，小你的人念你是的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对正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接盘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对正。兄弟姊妹，咱搁一摆来到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咱仰望上帝带领咱，咱仰望上帝引带咱，咱着爱先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投靠上帝，委身伫上帝国度当中，当心来超找伊，当心来服侍伊。亲像诗歌当中所讲的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的应允是永远拢是真的。咱着投靠伊，咱着信靠伊，咱着会当伫主的内面得到上帝奇妙的引带。虽然有一寡代志是咱无法度知影的，有一寡代志是咱无法度掌握的，但是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仰望上帝，咱只有一个祈祷，就是求上帝用咱的一生，互上帝的旨意来得成。咱就伫主的面前，咱当心为着咱家己，为着咱的教会，咱投靠伫上帝手中，咱仰望上帝引带咱、带领咱，咱当心来祈祷，请上帝，愿上帝你亲自来引带，来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带领伫阮的教会当中，互阮的教会伫上帝你的内面，得到上帝你满满的荣光，因为阮知影是上帝你甲阮同在，因为阮知影是上帝你的疼痛，你的引带带领阮，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无欠缺，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得到上帝你满满的祝福，愿上帝你的荣光显明，愿上帝你的疼痛显明，愿上帝你照着你的心意引带阮，来带领阮，主啊，
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会宁静候，听你的声，我会无遮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。搁一摆来仰望我的无遮。无遮，我心所听，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。我无放松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定者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松我。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定，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定。搁一摆求上帝，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定者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疼痛一直拢伫咧。主，你用平安，用你的信息甲慈爱，做阮大小的盾牌。世间人踮伫你实骨下面，就得到帮助、稳定、能力甲权柄。主，你引带你的百姓。予人的灵魂精英，见若投靠你的，你拢亲自来引带照顾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阮真侪何等的人，是因为你的稳定甲疼痛。愿伫这个时阵，奉你的名来宣告，心灵软弱的。会当非常放心的甲家己交托，主伫你的手中，伫你的信息甲慈爱内底，所有缀伫心肝顶的重担，拢因为基督的救赎能力甲权柄，遐重担要完全消除放落，独独主你家己的平安稳定伫人的心中徛起。互阮的心，因为主你伫阮的内面，阮所以都有10分的平安。主啊，引带阮，互阮对着阮的眼目看这艰难、困苦、问题、病痛，主互阮的眼目对这当中刷开。来抬头仰望上帝你的恩典，仰望你慈爱的阳光的面，因为你是用欢喜的面来帮助阮的上帝。所以主啊，仰望你，继续加添阮的心神气力，帮助阮。照你的话所讲，阮的日子安怎样，阮的力量也够也。因为你的恩典是够也阮用的，主啊，感谢你的疼，继续引带你的百姓向前行，并且是得享安息日的安息。迄个安息就是主你所应允的，伫基督内底，阮无搁再受捆绑，阮的心无搁再惊吓，乃是对着捆绑当中受讨绑。得到自由，对惊吓当中偷开来得到喜乐，
得到安心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是永远的石盘。我靠你，阮就隆重面镜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拍鼓将荣光归于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永远的石盘，信实的救主，主爱的上帝。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时，咱要同齐来启应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咱要上读的是启应文第12篇。启应文12篇，我来启请兄弟来用，下一部分请咱做伙来上读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。俄勒伊的话必上伫我的手中。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四围安营，得救因。恁爱谈主的滋味，就知影伊是美善。投靠伊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恁着敬畏伊。因敬畏伊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的狮啊，抑个欠者恁枵。但追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拢无欠。有啥物人喜爱尊我，爱无当受得享美福？就爱禁止一头无出恶言，嘴唇无讲诡诈的话，爱离恶行善，超找和睦，一心对赶。耶和华救赎伊仆人的灵魂。你若投靠伊的，必无地到定罪。阿门。阿门。下面时间，咱要请牧师来正道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《约翰福音》第15章1节到第19节。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爸是栽培的人。既若属我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假去；既若结果子的，伊就修理清气，互枝结果子搁较济。即马恁因为我讲互恁的道已经清气了。恁爱上伫我的内面，我也上伫恁的内面。既若无上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当结果子。恁若无上伫我的内面，也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上伫我内面的，我也上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叫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恁就袂会做啥物。人若无上伫我的内面，就亲像枝等伫外面孤单，人捡起来等伫火里烧了。恁若上伫我的内面，我的话也上伫恁的内面。既若恁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甲恁成就。恁若得结果子，我的爸就因为安尼得到荣耀，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恁，才亲像爸爱我同款。恁爱上伫我的爱内面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亲像伫我的听内面，就亲像我遵守了我爸的命令，上伫伊的听内面。这个代志我已经甲恁讲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。并叫恁的喜乐会当满足，恁爱彼此相听，亲像我听恁同款。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疼心无比这搁较大个。
恁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无搁再称恁做仆人，因为仆人毋知影主人所做的代志。我乃称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见的，已经拢甲恁讲了。毋是恁竞选了我，是我竞选了恁，并且分派恁去结果子，要恁的果子长存，互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往爸求什么，伊就赐互恁。我安尼吩咐恁，是要互恁彼此相听。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知影。怨恨恁医生已经怨恨我了。恁若属世界，世界就要爱属家己的。只因恁无属世界，乃是我对世界中竞选了恁，所以世界就怨恨恁。搁再一届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恩的主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，保守阮、引带阮。经过一礼拜，主你赏赐阮好的天气。冬天渐渐过去，温暖的春天来临。祝你应允阮，艰难的日子一定会过去。伫基督的内面，阮要倒在一届看见日子亲像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临。所有树啊，要布院发芽、开花结籽，因为你的慈爱。教导拢抑阁甲阮同在，并且是一直拢伫咧。阮感谢上帝的听，帮助阮，互阮听你的话，记牢你的话，刻铭伫阮的心中，并且反映出来助你的话，互阮的活命，因为安尼显出上帝国的荣光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今日咱要三甲做伙伫遮呢来同齐做伙看约翰福音第15章。约翰福音第15章来甲咱讲到上帝对着咱的心意是啥物？约翰福音第15章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讲说教导指引，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进前。一段非常重要的吩咐，因为伊已经要离开这个地面上，安尼下面的时间，什么人来代表伊呢？就是伊的学生，毋是干那代表伊的学生，并且是代表耶稣基督伊家己。某一个部分来讲，咱就是耶稣基督。基督徒称作基督徒，是对着安提阿开始。使徒行传内底讲到，伫安提阿的时阵，外口遐个人称因做基督徒，但是呢，称因做基督徒，称教会人叫做基督徒。那么耶稣基督，咱若是用英语来看，伊就是 CHRIST， 安尼伊的 C 是有写大写的 C， 但是遐个人咧称咱做基督徒的时阵，伊嘛是称咱做基督。但是咱的 C 是无写迄个大写，是 CHRIST， 意思就是讲，咱本身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讲，你斟酌甲看伫周报第4面讲，伫遐尼讲第14节讲，恁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无搁再称恁做仆人，因为仆人毋知影主人所做的代志。我来称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爸所听见，拢已经甲恁讲了。这是一个赞助的提升。过去我是奴仆，但是今仔日因为上帝的听，咱会当变做朋友。所以，若用更较古早的话，就是古早或者奴才。但是因为上帝的听，互咱变做甲耶稣基督称做兄弟。我定定咧想这个身份的时阵，拢想甲足毋敢相信。但是实际上，伊就是安尼。所以咱会当听到真侪人因美好的见证，迄个见证就是甲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因的讲话内容无之不所讲，逐项拢会讲。所以咱会听到一寡人讲，因怎样听到上帝甲因讲的声音，
并且迄个声音日后伊也真正实现了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将着对爸所听见的，甲恁讲，安尼咱就会当听到。”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甲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因为只有甲主耶稣基督连结，就亲像葡萄树。这个所在，耶稣基督讲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这款的葡萄树内底必须要三甲烧炼。只有这款的烧炼，才有法度去经历真实的活命甲喜乐。这章内底，甲咱提供了4种的极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来帮助咱的生活伫基督内底，怎样过一个丰盛的生活。真侪时阵，咱会达无到迄个部分，是因为咱伫这原则顶面来失落了，所以伫迄当中，咱就无法度达到迄个部分。有一届的时阵，我的车歹去，我就牵去修理。了后伫迄阵啊，抑阁介古早的时阵，有迄个讲啥物？可以路啥？线群、线圈，所以阮牵去修理，伊就一直拢袂发。我都看到规台车拢好，但是伫迄个所在安尼发袂起来。买手的时阵，伊就甲伊油嘴，甲迄个火嘴摕起来拔开，就无问题。但有拢拔到买手的时阵，就是迄个线群出问题。了后就甲伊线群换掉，了后就真好发，佮真好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和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。有一寡部分咱看起来是正常，伊就无发生啥物问题，但是伊可能塌掉咧。塌掉的就袂通的时阵，生活就会困难。那给咱检测，咱嘛会当对着医学内底明白这个关系。也看讲咱人规身躯拢好，但是你会看到中风。伊其实身躯嘛是好，但是内底就是安那一条血管，若无就是塌掉的，若无就是瘪去。所以伊看的是好，但是怎样？就是某一部分出了问题，但是看袂出来。安尼，迄个生活就会带来一寡会无利便无顺遂。咱的生活其实亲像今仔日所吟唱的诗歌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是永活的照伴。伊要互咱的活命是丰盛的，是平安的，是有稳定的。但是咱是安怎会真无法度过一款生活呢？真有可能就是伫咱的原则的顶面，咱有一寡物件失觉擦去。对着这4个原则内底，咱来看，基督伊是活命的源头。咱来住伫基督内底，才有法度结出果子来。咱遵守主的命令，咱就会活伫上帝听咱也听人，并且人也会听咱这款的活命内底。那么，是安怎结出听的果子，对咱来讲遮尔重要？因为这是咱正做上帝门徒上界重要的一个证据，大声，咱通看，基督是活命的源头。耶稣基督讲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伊是真葡萄树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定爱食一款物件，安尼细粒啊，安那葡萄干。我袂记得迄个物件是啥物货。伊真正足成葡萄干，非常的成。了后咧，有一天的时阵，我趁阮爸爸无伫咧的时阵，我就甲骂一把来，就怎啊踢落嘴咧，爆一喙尔，马上呸出来，酸个苦啦，所以。迄毋是真葡萄树，但是看起来足成的啊！但是耶稣讲，伊是真葡萄树。真葡萄树，互人的身体得到滋养。一个雅歌书内底讲，恳求你，互我食蜜芳，甲互我食葡萄干，因为我心神快乐，因为爱情软弱，亲像少年人的疼，亲像甲用要破病。所以葡萄干甲芳蜜。是伫迄个所在滋养人的身体，互伊勇健起来。耶稣基督讲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伊毋是假的。这个世界有真侪假的，这假的葡萄树，伊伫迄个所在，互咱敢若看到外口的。所以古早的时阵，你有听到无？真正是啥？赞叹师傅有无？你话赞叹师傅哦。你即个赞叹师傅，即款伊就是啥货？伊就是假的，伊互人暂时得。看起来欢喜快乐，但是对着背后的时阵，伊失去伊活命的方向，
伊甲家己的活命交伫一个有限的人的身上，咱的活命嘛是交托出去，但是咱是交托伫一位无限宽容、绝对慈爱的上帝的手中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爸是栽培的人，伊看顾伊引带，咱若是顺探伊，咱若是听伊的话，那么这款属灵的营养分，就会流落伫咱的身上。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语赏赐予咱，伊的话语就是咱活命、灵性活命的营养分。基督是人类活命的根源，咱的成长力量、活命拢来对伊。是安怎？因为若无耶稣基督甲咱接倒起哩，咱到今仔日，犹原抑阁是随谈世俗，对对逐样的功成名就、利禄富贵。但是今仔日，咱因为基督伫中央，上帝伫顶悬，咱人伫下面。基督通过十字架，甲咱接倒转去伫活命的源头。所以咱因为安尼，会当读上帝的话，会明白上帝的话，活命会得到滋养，咱的灵性会勇健起来。咱会晓分辨这个世代的真正好，甲真正歹。好有的时阵看起来是好，但是背后蕴藏真济的歹。有的代志看起来可能无甲我好，但是实际上伊带来真正的好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，伊是真葡萄树，只有连接伊，才有法度连接倒转去伫天父上帝的身边。对啊咧，咱的活命需要甲天父上帝、甲耶稣基督紧紧安安来接连，才有法度结出果子。天父上帝会修剪咱，因为这款的修剪是要互咱通加结果子。树枝甲果子树若是分开，伊就无法度结果。伊树加落来了后，伊若无就是孤单休烂，若无伊就是到落尾互火烧。为着讲这边道的时阵，我特别去找了足侪这个种葡萄的这个物件的地性。我来看看我拢足想要种葡萄啊，试看卖啊咧。你啊看这葡萄这尔济但是这爱蔬果。你若无蔬果的时阵愈后壁摘原来会食到营养分，但是葡萄会变到足细粒，还佫会足酸。所以阮小弟原来咧做农业这部分呢，你若要种葡萄我来讲，你记住一个秘诀。葡萄上下底干迄粒，规干上下底迄粒，若是甜的，安尼就是规干拢总会甜。若是第一粒上盖顶悬迄，安尼规干，上盖顶悬即粒是酸的，安保证规干拢总酸的，安尼听有无？决定伊的甜甲酸是倒呢？上下底迄粒若是甜的，规干就拢总甜的。上盖顶悬迄粒，若酸的，规罐就拢总酸的，绝对100%百发百中的。你要经水好来可以啊，你跟他讲啊，说酸的我就买呀，酸的我就不买啊。当你去的时阵你也就是就亲像有人咧讲你袂当试食，你甲伊讲，若是甜，我一定甲你买啊；若酸的，我当然无买啊毋过你去的时阵你毋好甲人讲，头家，你这柠檬会甜啊袂？哎呀，若较会晓做生意的，伊会摕一条神秘果你食嘿，食这柠檬拢变甜的嘿。那么呢，为着要互结果子更较水、更较大粒，那么一定爱蔬果。你若无蔬果的时候，这生出来大粒葡萄拢足细粒，佫足酸，因为营养分会无够。佮再来的时阵你来看。这当中你看这一个，就是咱咧收尾的时阵这就是发足侪花啦。对着这树木这个所在，一目这个所在发出新花出来。那么发这新花出来的时阵，你若共一个所在发两花，爱安怎样呢？爱剪掉一花，一目当中敢会当有一花，剪掉倒一花呢？剪掉
主要即个树棵较远的迄位，剪爱剪远的迄位，较靠近的迄位安怎留咧？所以你爱牵耶稣牵哦较调咧，你知无？牵无够调的时阵哦，连要着剪去啊！哦，试探试炼来的时阵啊，也是遮个逐项的代志来，咱若无愈牵调上帝的话，咱就真容易安怎？互世界甲咱剪去。佮再来哦，这啥？藤啊，树有无？葡萄的树。那么咧，葡萄的树哦，你家看哦，伊个性无啥物，总是葡萄树哦，即嘛，伊就讲，真个，我迄阵仔嘛是咧想讲哦，爱这树哦，是安怎爱家加掉。了，伊这都安尼家填掉咧，填伫咧树枝顶面啊，填伫边仔顶面啊，是安怎？安尼毋是啊？这葡萄会较用较暗吗？毋是，因为即摆葡萄拢是啥？人工栽种。那么葡萄呢，为着要互伊原本的时阵，毋是人工栽种，伊是野生的时阵。那么即款葡萄为着要牵掉，会当吊掉，因为无其他的所在通去吊嘛。所以呢，伊就会出即个树出来。伊出即个树的时阵哦，你若斟酌来看，即个树哦，虽然遮尔幼哦，但是伊其实哦，比啥？比伊这吼叶仔的柄还佫较润。所以树是安怎？食重肥，但是袂结果，听无？食重肥，但是袂结果。所以咱做基督徒，若是甲安尼的时阵哦，安尼有个即个树安怎？伊树会佫甜家己呢？吼，到尾吼，甲伊家己边仔叶啊，拢甲甜，伊无地甜的时阵，伊就甜家己啦。吼，这上介麻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昔使吼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吼，咱伫即当中哦，咱就是干那食重肥。啊，佫袂结果子，了后的时阵啊，佫甜咱家己，吼，甜咱的兄弟姊妹，吼，造成咱兄弟姊妹困扰。我跟你讲，到尾是安怎？葡萄树就拢安尼，互咱家己安怎定死。所以是安怎？主耶稣基督讲，爱家己天父会甲咱修正。伊修正敢若一个目的，望咱会当得结果子。所以安尼，咱着要安怎样修正？互上帝话来修正咱，咱的生活若甲上帝所讲的话无共款的时，咱着爱注意，爱甲遐物件修正掉。迄就是咱的罗马阵，迄就是咱离上帝愈远遐基遐加掉。所以踮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才有可能结果子。安尼，什么是踮伫耶稣基督内面？持续甲伊建立关系，挖靠伊的生命，咱一直咧推索。希望咱一天会当读7章的圣经，会当操练禁食祈祷，互咱知影咱活的毋是干那靠着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嘴内底所出一切的言语。所以含上帝的话命建立。当咱做代志的时阵，有时咱毋知要做安怎样决定，安尼上帝会有声音对咱的内面出来，咱就会通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持续和上帝建立关系，安尼咱人生的经验才有法度做正确的使用。有人讲毋通过头挖靠人生的经验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但是，我们唔好将着人生的经验给放失去，因为咱人是伫经验内底生活的。就亲像咱今日要来安乐圣教会做礼拜，这是挖靠经验来的，所以咱会知影要行倒一条路。经验对咱来讲真重要，但是唔好干那定条经验，因为经验会当限制人。咱若对ful正路来，咱对着空祖庙迄个所在来。那安尼，咱无咱对着迄个啥克林面包，你对迄个所在来的时阵，我若过去拢总行ful正路，了行到永福路，了挖一摆，这就是我定定咧行的路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但是我若甲这个经验讲，你就是一定爱安尼行，才我都行到安乐圣教会，安尼这就是要去上过挖靠我的经验。
因为对克林面包迄个所在咧，抑阁有南门路啊，南门路一直行到倒位？行到南宁街才挖正平，了来到永福路才阁挖倒平，安尼嘛是会到安乐信教会啊。经验足重要，但是毋好互经验甲咱的灵活性绑死去。对安尼，咱需要定定互上帝来引带咱。因为咱的人生过程虽然同款的代志发生，但是因为是发生伫无同款的人的身上，所以处理的方法就会无相像。咱也可会记哩，耶稣基督有一摆圣经记录安尼讲，有人甲伊讲：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主耶稣基督甲伊讲啥？甲伊讲：狐狸有崩空，天顶的七鸟有寿，但是人子却是无可枕头的所在。你阁想看觅咧？了有一个人哦，伊过来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但是哦，你容阮我先倒转去，听候我埋葬我的爸母了后，我才来跟对你。主耶稣甲伊讲啥？你即马就爱马上来跟对我，同款是一个军队的代志，但是伫无同款的人的心上，主上帝所予伊的答案是安怎？是无同款的。所以咱爱有经验。但是咱毋好互经验，甲咱绑死去。一个介重要的代志是啥？每一件大大细细的代志，咱会晓伫安怎求问上帝。这就是甲伊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有时咱要做决定的时阵，圣经的话语会浮起来，伫咱的心中，对咱会做出美好的引带。所以是安怎定定鼓励。咱爱殷勤读圣经，殷勤读圣经，互伊伫咱的活命当中来掌权，互伊伫咱的活命当中来掌权。这一点的时，主伫这个所在讲是：你若无定伫我的内面，你会做出无一定对你人生祝福的决定。今仔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主安尼甲咱讲，互伊的话伫咱的活命当中掌权。有一摆有一个人，伊就开车，开车的时阵啊，伊要经，你知影有的时阵落雨，毋是拢会积水。啊，有落雨积水的时阵哦，啊，因先生哦咧赶时间，但是咧落雨积水边啊有一个人，哦啊，所以因先生咧赶时间，伊就本来就要那甲冲过，但是冲过是水安怎，一定会喷起来嘛。啊边仔迄个人就真容易，互迄路面遐压榨水喷着。因太太伫迄个所在哦，就甲伊讲：开较慢咧啦，要赶时间咧开较慢咧，要开较慢咧啦。人迄边仔遐一个人，你安尼开过，迄水怎啊冲起来、喷起来的时候，毋着甲边仔的人怎啊弄淡去？安尼毋是毋种，后要紧。你这人甲安尼啊，甲讲无要紧诶，迄共喷淡的，你若互喷着，你安怎？哦，因太太怎啊甲伊讲？你袂记你主耶稣讲，你要安怎款待人？安怎？你毋望别人安怎款待你？你着安怎爱大声安怎款待别人？所以因这先生哦，好怎啊车怎啊开较慢咧？为着迄边安尼甲伊开话，顺顺啊开，顺顺啊开，顺顺啊开。了后时阵哦，因先生怎啊回头了看者，看到迄个人吼行甲遮慢，啊尔话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迄个人安怎？手摕一块砖仔角，手摕一块砖仔角，你好胆开过？你开过，我来为砖仔角就甲你牵落。你听我意思无？所以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内心，互伊伫咱的活命当中掌权。求主保守，因带咱，互咱会当定定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面。外在生，对着外在的生活，佫较是内心诚实的连接。所以每一天内底，一个带伫主内面的人，伊就会定定甲上帝相连。清早起来祈祷上帝。我真意爱中间遐有一句话伫菜市仔小组安尼分享，讲啥？透早起来祈祷，暗时的时阵要困就有通学乐，爱听有无？透早起来就祈祷交托，暗时的时阵要困啊，你就会欢喜学乐。所以一天甲一天的代志交托给上帝，这一日。的确，无论什么款的代志，咱感觉好，咱感觉无好，到暗时咱拢会学乐，是安怎？因为知影上帝咧引带咱，
就亲像迄句话内底所讲的，万事道道来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互听主的人安怎得到利益，得到益处，对咱活命的好。所以，当咱个回头倒转来看的时阵，头先迄个代志发生伫遐，感觉无一定是好。但是日后咱这个看的时阵，才发现原来上帝的旨意是好。还过去，旧约内底迄个约瑟，约因兄哥甲伊卖去，做奴才、做长工、做外劳，受人枉屈，关伫监狱。但是当伊一直到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，伊对着外劳变做宰相。当伊和因兄哥相认的时阵，约瑟讲一句话：恁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遐10年的艰苦，是为着未来的好。所以，即马有一寡代志，咱若毋是因为犯罪受苦，咱就是咧受训练的时期。咱将来一定会搁回头倒转来看咱过去的日子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伊的好是上帝的好。无论安怎样，圣经讲，约瑟咧受苦的时阵，连续2摆、2、3摆的时间内底，圣经讲啥？耶和华甲约瑟同在。迄句话的意思是啥？因为约瑟行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当讲耶和华甲上帝，耶和华甲约瑟同在。我和工会兄坐做伙，意思是啥？工会兄嘛伫我的身边，你敢听有？所以耶和华甲约瑟同在，意思是约瑟安怎？犹原轻调上帝。所以求主保守帮助咱。基督，咱甲伊连结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结出真正属灵的果子。迄个属灵的果子，主讲：你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咱斟酌看第10节来，第10节咱来看。恁若是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上伫我的听内底，则亲像我遵守爸的命令，上伫伊的听内底。这个代志我已经对恁讲啦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，并且互恁的喜乐会当满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人生的喜乐的秘诀，这样代志，尊敬上帝的话。人生喜乐的秘诀，真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尊敬上帝的话。约伯伫一生受苦、受试炼的时阵，魔鬼兴起各样的环境攻击伊，夺去伊的财产，夺去伊的囝儿、查某囝，并且佮互伊的太太来勒骂约伯，甚至于上意爱的人对伊的太太对伊讲一句话：今仔日你还佮持守你的孙正吗？你弃绝上帝，你死死的吧！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莫讲这个话哦！你讲这个话是非常的危险啊！最近的时阵，台北内湖毋是发生一个代志，迄个代志就是有一对翁仔某无，怎去互诈骗集团诈骗啊？结果的时阵去警察局报案啊！警察局的警察甲伊讲：你是遐戆，你也没死死的好。结果迄翁仔某当伊真正跳楼呢！所以你莫袂讲这个话，知无？求主帮助咱。但是约伯伫这个受苦的时阵，甚至是啥物人对伊讲？是伊的太太对伊讲。总是伫这款情景的下面，约伯做一个信仰的宣告。约伯所做的信仰宣告是讲啥？我因为无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持守手中的孙正，所以伫无止线的痛苦内底，啥物叫做无止线的痛苦？约伯迄个时阵啊，对头壳顶甲骹底，圣经讲啥？伊规身躯布粒啊，流人，甚至伊摕啥？摕虾来敲家己的身躯，一个非常非常的疼，非常非常的痒。我毋知影你家己捌生过粒啊？无，我细汉捌生粒啊。迄粒啊伫遐，干那一粒尔，毋是规身躯哦，干那一粒尔。你生粒啊？你安怎？就是想要甲扛有无？结果愈扛愈安怎？你就愈大学。大人甲你讲，毋好去扛，手贱啊，嘛是搁去甲扛。
但是迄是干那一粒尔呢，啊那2粒啊那3粒咧。圣经讲啥？约伯对头壳甲啥？对伊的骹底，规身躯拢生粒啊落人，伊上甲疼甲摕虾片，安尼敲家己的身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伊讲伫无止线的苦痛当中，我犹原会当伫上帝面前安怎踊跃？踊跃迄句话的意思是讲，我犹原会当徛伫上帝面前在，讲我无做毋对，我无违背你的言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力量。因为我无违背上帝，所以上帝，你一定会为我做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就是这一份的毅力，就是这一份的信心，对上帝发出。咱的活命必须要连接伫上帝。这个电火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就是袂光啊，伊看呢水水啊。但是伊接到电的时阵，伊就会光。今仔日咱的活命也是安尼，咱的活命要活出上帝国的荣光，一定爱甲主耶稣基督的活命相连，咱就会产出光来。所以第3点讲到，你就要遵行主的命令，住伫基督的内面，意思就是讲咱遵行伊的命令，伊安怎讲，咱就安怎做。来，甲兄弟姊妹讲，主安怎讲，咱就安怎做。来，甲伊讲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部分来讲的时阵，就是啥？耶稣基督所有的命令，拢是出伫听，并且带来生命的果子。咱的活命要得到平安，要得到力量，就是遵行耶稣基督所吩咐咱的。基督伊本身是一个美好的模范。伊讲：我遵行爸旨意，所以爸的能力，伊会听伫我的身上。因为伊会听到我同在，我就无有欠缺。伫听的内底生活，就是顺从伊的命令。伊的命令就是听，伊的命令就是听。即句话意思是啥？伊的命令拢是为着听的缘故。今仔日基督所吩咐咱的所有的话语，就是干那2种，一种就是为着要互咱得到上帝的听，另外一种就是要互咱对人得到听，所以当咱每一个人拢遵行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就会真正得到上帝的听。无论是灵性上的，无论是经济上的、生活上的，大大小小所有的一切。今仔日等下的时阵，检查咱就要去煮饭咖啡。伫煮饭咖啡的时阵，咱看见兄弟姊妹摕到因兜的这项迄项来。真侪时阵牧师伫内底还阁伫遮咧聚会，含人咧讲话，想讲紧来拨一个时间出去，无今仔日毋知有啥物好料，食无着无？结果伊时阵出去嘛是真正食无着，食无伊啊！就今日佫讲今日无开张哦，哎呀，好啦，今日无开张啊，讲永远要食大餐的款啦所以无，这就是啥？就是因为有听嘛。所以基督吩咐咱彼此相听，其实伊咧讲的啥？伊所有的命令拢是听，为着要互咱彼此相听。你啊看第6条戒，或者你毋通杀人。咱若无去谋杀别人，就无有任何倒一个人会当互人谋杀。逐个人拢无去谋杀别人，就无有人会去互谋杀嘛。逐个人拢互相照顾，就无人安怎互无照顾着。所以这就是咱用安尼来证明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啥喏爱甲各位讲，咱一定爱定定读圣经，定定读圣经。这是啥？这叫做泡菜啊！泡菜安怎？泡菜你毋是随我有一届的时阵，我甲伊做泡菜。了的时阵迄阵现你还阁伫咱教会伊就迄一工来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，来现你好，我只做一碗泡菜，互你食。我当只做尔，了的时阵我就甲伊摕互伊食，伊就讲气味袂歹啦。我听到暗爽一个，你敢知？伊就讲毋过也无入味啦，你知无？上早摕出来啦，气味袂歹，也无入味啦，浸久才会入味。
泡菜袂当甲咱外口迄样安尼知无？泡菜袂当甲咱外口迄样安尼咸酸甜安尼尔，毋是，伊爱安怎入到迄个内底。啊，若你要食泡菜，我甲你报，我甲你报，中间遐来好做，因足好做吼。毋是好食，或者夭寿啊好食。所以咱来结出果子来，要定定浸伫基督的话语内底。通过即款，咱的活命会受到上帝的话来影响、来引带。安尼咱才有法度显出啥？咱是上帝的门徒。基督的核心内底就是疼。咱彼此有啥疼？是基督即款的疼，因为伊疼咱，咱知影咱今日说啊，唱的诗歌你有听到无？你是永远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永远无啥放杀我，你是永远的照伴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杀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踮伫主的内面，咱敢会受放杀？袂。人拢需要上帝的疼痛。上帝的手一直拢伫遮，上帝的手一直拢伫遮。来，江伟兄，你徛一下，拜托。这阮的好朋友啦，来啦，来遮啦，你是咧？来，你徛咧，来哦，这是上帝哦，这是上帝，来看好哦，伊的手来哦，你看。啊，你莫叮当啦！你上帝标准就一直伫啊！你来看哦，啊我安怎？你叫你莫叮当，你搁伫叮当。上帝的手永远拢伫遐，因为伊是袂改变的上帝。是啥物人离开上帝？是啥物物件互上帝疼？甲我无念做伙，是我家己嘛？对无？好来，感谢好来，讲位仔拍波啊，一下，谢谢。上帝是永远的照伴，伊就是伫遐，伊的标准袂改变，伊的信息之外一直拢伫遐。会改变的是啥？是我，是咱。当咱一直离开上帝，愈行愈远、愈行愈远的时阵，咱就无才调去接到上帝的疼。毋是上帝无疼咱，是咱离开上帝的疼，是咱拒绝上帝的疼。这个世代内底充满各样的争战。16讲，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恁，并且分派恁去结果子。最近的时阵啊，一对爸仔囝，因伫迄个所在用以太币、虚拟货币，了后伫迄个所在呢，甲人邀请人来投资。你知影，即款的投资内底通过情景，拢共交结诈骗偌济？31亿呢。所以哦，即摆有个囡仔讲哦，伊的志愿是要做啥？我的志愿不是当老师，也不是当什么张忠谋，迄个什么辉达，迄个头家拢毋是。我的志愿就是当诈骗集团呢。因为这就是影响的世代。了后最近的时阵哦，一堆人安怎赖的诈骗，哦，含咱团队哦，伫进前的时阵，梦存传道哦，我有一个伊的长有一个有这个昌国牧师劳琼国牧师，了后就甲这个梦存传道，迄个账号就甲梦存传道讲，你敢要当先寄10万块互我用一下？哦，赖诈骗集团足多。人是人，这个世界是人甲人的社会。有的时阵，咱会扣嫌别人。圣经讲啥？主耶稣伫这个所在讲，18节你斟酌家看，世间人会扣嫌恁。是安怎因会扣嫌你，会怨恨恁？因为因看你的生活，看你的活命是圣洁，一个小拼落去的时阵，因的活命就是会变歹。有一本册哦，这扣嫌的动物呢，就是讲人是动物才会扣嫌啊。
伊咧讲啥呢？讲其中有一句话讲哦，扣恨别人的亲像安怎啊？为着要掠一只鸟鼠啊，无顾惜家己的厝甲烧掉，望甲烧，通过吼，已经厝吼，甲鸟鼠烧死。结果鸟鼠吼无一定烧死，啊，结果厝安怎烧了了啊？所以你莫去扣恨别人呀，哦，莫去扣恨别人。但是世间人真容易安尼啊，特别容易扣恨基督徒，因为安怎？你的生活敢无共款？你甲因做伙的时阵，你做代志的方法会甲因足无共款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伊伫一个私人的公司上班，了后当伊入去的时阵，伊是伫营造厂啊，了后才知影讲，因迄间营造厂内底有送红包的文化。了后迄红包一个送，就你这个物件一定是安尼嘛？华语讲的是啥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所以建商来甲你送红包，伊要对倒摕到，一定对着伊的材料来检嘛。所以为着即款的缘故啊，到买手的时候，但是哦，因迄内底迄旁的人哦，已经变做是即种的文化。但是这个基督徒啊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我信上帝，我袂当安尼。哦，该爱安怎我就安怎。结果全部公司内底哦，正10个人，大个人拢起来，该反对。到落尾手啊，这个基督徒不得不离开迄个所在，去别个所在找头路。世间人因为咱会歹，咱会好，因会歹，咱行上帝话语，但是因无爱安尼尊敬。咱当然会当甲伊讲啊，迄就是啉茶啦，啊，迄就是安怎样？咱会当甲伊合理化这个代志，但是实际上将其落尾，遐厝起起来，有一天若地动，即使若是亲像遐无够坚固的厝，安尼伊若万不离甲人地死，遐责任要算啥物人下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晓得明白这个代志。另外呢，圣经讲，世间人怨恨恁进前，伊已经怨恨我。代笔修无是苏格兰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甲经济学家，伊讲一句话讲：恶意是种无缘无故产生要伤害别人的欲望。迄个目的就是安怎？作践别人，对其中来得到快乐。就是陷害别人，就是甲别人拖落来，吼，安尼我就介欢喜。当我咧准备这个讲经的时阵，当我看到主耶稣基督咧讲，人若扣恨你，但是恁爱知影，因怨恨我进前，怨恨恁进前安怎已经大成怨恨我，是安怎讲呢？就是因为伊无爱遵守我的话语嘛，所以看你遵守我的话语，看恁遵守我的话语，因安怎？因就会怨恨你啦。这我想到啊，古早的时阵，你敢知影这人或者什么人？哎呦，这个那也要讲出名哦，这拢5年级的啦，或者4年级的啦，4、5年级的、6年级的前段班哦，那各会知影啦。这是啥？这叫做乌白龙君。乌白龙君，乌白龙君哦，上界出名的一句话是啥？哈哈哈哈！无错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！哈哈哈哈！知无？你这无少无看较少哦，逐集拢有看到的哦。一只手咧，一只手咧。你知无？这世界就是安尼啊！伊无意爱你安怎？伊无意爱你成功，伊无意爱你活伫上帝真理内底，伊就是意爱你甲伊同款，当一个沉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讲，世间人毋是怨恨你，伊是怨恨我的真理，伊无爱我的真理。但是咱若是无爱主的真理，
咱甲做的真理愈行愈远，咱要怎样得到伊的保庇？要怎样活出活命的阳光？要怎样得到上帝的恩宠？这一切拢总无去呢。但是世界的人就是爱咱安尼，特别魔鬼更较爱咱安尼。我常常咧想讲，乌白龙君呢，其实就是啥？魔鬼的化身。别人的失败，就是我的快乐。伊非常的欢喜呢，所以求主帮助咱。结出果子是证明咱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咱爱殷勤读上帝话，爱彼此相听。今仔日下晡的时阵，咱要出门去，咱要去基甸，有一寡兄弟姊妹检查无做伙去。但是每一届做伙的时阵，就亲像煮饭咖啡，彼此相听，互相照顾。当咱出去到伫外口，彼此照顾，互相相听，甲人加牵一个，甲人加讲，甲遐无定伫咱当中好不容易来兄弟姊妹，加甲讲一句话，迄是咱的家属。因还未认捌主上帝，加甲因讲一句话，加甲因关心一下，加熟悉伊一点啊。这拢是来表明咱是上帝儿女的记号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彼此相听，彼此相听。有一摆的时阵啊，有一个人啊，甲我讲一句话，伊甲我讲哦，吼，廖牧师，你敢知？我拢足爱含你做伙食饭的，我就甲伊讲，你也无啥物时间，无啥物机会，才爱我含我做伙食饭啊！毋捌去阮兜食饭，我嘛毋捌请你食饭，哪会安尼形容你讲即句话是安怎安尼嘛？伊就甲伊讲有啊，我定定哦，甲你做伙开会的时阵，我拢足爱甲你坐做伙的。我就甲伊讲啊是安怎样？哦，伊就讲，牧师你敢知影？我若甲你坐做伙吼。我拢感觉足互疼惜的，我就甲伊讲，我也毋捌甲你梳头啊，毋捌甲你掠铃，你讲我咧足受着疼痛的。伊就甲我讲哦，牧师，毋是，我拢足爱坐你的边，因为你拢会共硬菜，你拢会共硬菜啦，毋是对伊的盘共硬来我家食呢，啊，是对迄桌顶洗盘遐甲菜硬互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多甲人照顾一点啊。咱的教会就会变做足温暖，咱的家庭就会变做足温暖。物件毋是无够，搁较少的物件就会有剩。古早人甲咱讲啥？小润才有剩，物件卖无够。加食迄块，咱会较肥；减下即块，咱就会有听见证伫其中。咱来彼此相听。所以，食饭的时阵互相照顾，言语的时阵彼此扶持，咱就会证明咱是上帝的囝。咱有真济财政能力，有一个人叫做贝伯鲁斯，这个人是一个球队的教练。伊讲一支球队整体表现决定了伊的成功。你有可能拥有世界上界优秀的个人名称，但是因若无法度彼此相听合作。这个球队拢总无价值，因为大家人拢咧表现咱家己。耶稣基督毋是讲咱来表现咱家己，耶稣基督讲，你爱去成全别人，爱去疼惜你身边的人。这个人或者什么人？花哥，花哥伊讲一句话，渐渐大汉就会明白，上界重要，毋是一大群的朋友，爱是啥？一寡不离不弃的真朋友。了有另外一部分，吼，这恋爱物语哈，恋爱物语内底讲一句：人带远无算远，心会远才叫一远。上界安心的一句话是啥？你需要的时阵，我一直拢伫你的身边。这句话真安慰人。伊有这恋爱物语，但是伊应该嘛是有这婚姻物语。求主帮助咱，主耶稣是这款的朋友。咱称做
小耶稣、小基督，咱嘛爱成做别人这款的朋友。耶稣基督讲：靠恁无法度，但是我靠我，一定有法度成就这个代志。基督是咱活命的源头，伊是咱永远的同在甲荣耀。咱遵行伊的话，殷勤读圣经，甲伊的话语刻铭伫咱的心，互咱的生活受伊的话语的引带，安尼就当显出咱是上帝的学生、上帝的囝、基督的朋友、上帝国的见证人。因为咱甲耶稣基督的活命相连做伙，三甲仔头来祈祷。主恳求你，甲我听阮的气力，互阮殷勤读你的话，互你的话语刻铭伫阮的心板，刻铭伫阮的灵魂内底，伫阮的潜意识内面。所以，阮做代志做人，拢会当反映出上帝你的话语。通过反映出上帝你的话语，阮反映出上帝你的阳光、你的公义信息，伫阮周围的人的心上，互因对阮的心上看到你家己，互阮甲因同齐活伫主你的慈爱、你的阳光内面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毋知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义勇，来伫倒位？係 ，OK， 感謝主哦，感謝主，伊來到咱當中吼，謝謝。來誠安信教會吼，愛主者吼，甲這位是淨慧者是無？吼來歡迎因兩位吼來到咱當中，感謝主，謝謝。好，個這位是歹勢，這位兄弟。金主这朋友吼，好，感謝主哦，歡迎哈，謝謝，感謝主，謝謝。好，咱感謝主會後的時陣，咱會當更較濟彼此相認捌互相請安感謝主的恩典。這是咱同齊用感恩的心，同齊來奉獻。親愛兄弟姊妹，親像主所應允咱的，咱會曉佇上帝國積聚咱的財寶，為咱家己積存誠濟永遠活的祝福。通過這的所有一切奉獻，來聽受、來分享、宣告，來佇主上帝國內底三甲有份。咱三甲起立，同齊來吟唱詩歌，同心來奉獻。我的心安靜佇你面前，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，我的心安靜佇你面前，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，我的牧者。我心所聽，放了家己，予你引帶。你是信實的上帝，你是永遠的照伴。有你引帶，我攏總免驚。你的手緊緊牽我，你永遠無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佇正。你是信實的上帝，你是永遠的照伴，有你引帶，我攏總免驚。你的手緊緊牽我，你永遠無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佇用我一生，用
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的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的讲。全能的主的确要纪念你手中所有一切的良善，并纪念你手中一切殷勤，纪念你心中一切美好。耶和华上帝要照着你的纯正公义正直报答着你，也因为你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，甲伊三甲做伙伫上帝国的圣工同齐有份，就要加添你仁义的果子，祝福你徛起的日子，并且伫一切的事上成就伊的美意，互你的日子亲自经历伊的信息、伊的资源、伊的丰盛。并以永远的公义，愿主上帝的灵亲自引带你，互你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，保守家己伫耶稣基督的听堂内底，互你甲上帝三甲同心，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得伊的看顾、引带甲祝福，直到将来伫天顶见伊的日子，对伊得到称赞，甲伊同齐进入永远国度的荣光，直到万世代无尽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